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祖和，欢迎收看1月2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儿童虐待案件不断来发生，这摆咱台南儿童受到虐待造成死亡的案件，更是引起着全国的注目。上午议会特别召开着专题报告，呼吁公部门一定要有所作为，健全通报系统甲社会安全的网络，来降低着不幸事件再次发生。上午议会临时会伫特别加开市府针对儿童虐待专题报告当中，议员拢出席踊跃，特别是新科议员嘛拢登记发言。会中有强烈推动监护权人零体罚的制度，参照校园零体罚立法降低伤害，嘛要求补助专业的社工人员甲资源，加强亲子教育甲性教育。以及由社会局为中心成立儿童少年关怀中心的组织，重点就是预防，建立完整的通报甲社会安全网，避免后一个受害儿童产生。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绝对不是处罚，不是什么加重刑责哈，而是怎么样去做预防，怎么样去做预防。那每一个事情、每一个案例都有不同的背景。都有不同的故事，都有不同的节点。那如果这些节点我们做怎么样的调整，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命运、这个事件的命运去往不同的事情来发展？在这一次有看到台南市以这个强化社会安全网为名，我们争取了一些社福资源。那利益虽然是好的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就像刚刚2位议员说到的，社工师长期面临很高的工时、很低的工资，甚至还有这个回捐的这种恶习压榨的现象。举办一个算是新手父母的一个培训课程，让新手的爸还有新手的妈一起去上课。那当然我们可以运用到我们最近大家都会说育儿津贴不足，是不是可以再用这样的育儿津贴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补贴，并且让孩子的爸、孩子的妈知道要如何的负责，如何的教导管教自己的孩子。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统合单位？这个统合单位是当有一个案子进去的时候，能够在1分钟之内，其他相关的局科室都能够知悉，都能够启动照顾处置的系统，来帮忙受害受虐的孩子。如果去通报的技巧，包括刚刚说那个，我们也会强调是那个通报者的一个保护的匿名性等等这些。那尤其是对于常见的一些我们说家暴、儿虐的一些迷失的部分，因为别人的教是囡仔是什么意思，这件代志有需要做很多的说明。那这部分在过去会已经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建制，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更进化，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会中议员嘛普遍要求，一旦保护儿童案件成立，一定要持续追踪，特别针对也是脆弱或者是高风险的家庭进行安全评估，避免因为家庭经济弱势，造成毒品甲酒瘾的偏差，成为儿童再次受害。台南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上午伫儿童虐待专案报告当中，议员柯丽丽表示，社会、警政、教育、民政等各局处拢咧讲预防的作为，但煞无一个正确的平台会当伫第一时间有效来运用资源。对此，副市长表示，未来市府将会制定台南版本的儿少保护自治条例，要来有效执行儿童保护行动。如何杜绝儿童受虐待甚至造成死亡？临时会中有议员强调预防比处罚较重要。不过议员柯丽丽则点出，敢是处罚上轻，无一个判死刑，造成案件不断。议员除了要求警察局长表态，嘛要求警政单位检讨民众选择上网串联，冲到警察局来教训加害人的风波，以及积极担市妇幼队对市区搬到严控的政策敢有适当。比较偏乡的地区的话，大部分阿公阿嬷在，会比较少发生，你不觉得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你还把台南妇幼队把它移到永康去？因为妇幼队本来在妇幼队很重要，妇幼队通报非常的方便。
那你把它移到永康去，不，我们因为那边的案件比较多，那边的案件比较多，因为妇幼队要转型，因为现在太重要了，我们要整合1+1大于2的力量。所以你是为了要把它转型，所以把它搬到比较偏僻的永康去。各方考量，因为妇幼队20来个人，我应该每个派出所都变成妇幼队，每个分局都变成妇幼队，都有这种功能。另外，面对民政局提出民政系统人人拢是社工的讲法，议员无法度认同，因为伫理林整并以后，上届了解当地社区生态，理林长减了一半，而且林长嘛无任何的薪水福利，乃会其他人愿意付出。对此，副市长具体提出儿童少年保护自治条例想法。我们其实呢，我们在各局处里面，其实我们有在讨论说，我们有可能去订一个台南市的儿少的保护的一个自治条例，然后呢，透过这样的自治条例呢，把我们这个局处呢的整合，包括我们市长在提到的，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这个社工师的协访，透过我们的里民协访，透过我们的校园协访，我们把它整合在一处。然后呢，把这样的一个平台建立起来，包括刚刚那个许多议员都有提到，我觉得邱议员这样建议非常好。那我们会请社会局这边，我们在研拟，我们在各局处呢，我们来看怎么样去落实这一块。区里里强调，每一个局处拢咧讲预防的作为，毋过无整合的平台是事实，案件无降低嘛是事实。认为上好是当透过类似儿童公约的精神来解决法制面的不足。台新闻顾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台南市后备指挥部上午来举行着108年后备军人进任甲干部表扬的活动，由着国防部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周总长来主持，包括着台南市长黄伟哲、空军防空部的指挥官范总长、甲地方民意代表以及后备的辅导干部，拢前来共享盛举，场面热烈隆重。隆重的表扬大会，周总长指挥官协同着南区后备指挥官，共同为106位进任的后备士官来进行着授阶仪式。同时，伫台顶也颁奖表扬着294位绩效优良的辅导干部，奖励因对着后备事务长期的打拼甲付出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现场来参与。市长来表示，伊也是立委的时阵，就非常关心着国防的事务。伊今仔来参与，嘛是要向着这寡辛苦的后备军人致上感谢的心意。其实今天来参加后备军人进阶这个一方面是作为市长，我们要表达对后备军人的敬意。那可是前几年我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，尤其在国防委员会，其实我们也都有来参加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体现这个后备军人，事实上对不仅在国防上，而且事实上在社会上的一个贡献，我们觉得其实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。也希望说这个与会，不管是进阶的，不管是这个后备军人表扬楷模的，我觉得其实都是市民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也是他们的楷模。我们觉得是军爱民、民敬军最好的体现就在这里。周总长指挥官也来表示，因应非洲猪瘟可能对咱国的危害，伫咧部长的指导之下，国军秉持着防疫就是作战的原则，会全力来执行着各项防疫作为，随时待命，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今年春节假期有9天，配合着民众返乡、行村出游等等的活动。公路总局特别提前公布了今年的春节疏运措施，针对着容易塞车的路段，也提出替代道路，希望会当鼓励民众多加使用着大众运输工具，透过一系列的措施，要来提供予民众更加优质的交通环境。随着过年的脚步愈来愈近，今年的春节假期拄好有9天，到时阵台南一定会出现侪行村出游、甲转来故乡的人潮。对此，公路总局嘛公布了今年春节的疏运措施，将对较高塞车的台17线南昆城路段、甲台86线规定交流道遐，拢有提出替代道路。同时，部分长咧施工的路段嘛会暂停施工，减少塞车的机会。公路总局嘛呼吁民众如果要出门，爱提早做出规划，才袂浪费伤侪时间伫咧塞车。在这段期间，台南地区的省道比较容易有车多拥塞的路段。是在台17线的南昆生路段，以及台86线的
归仁到关庙这个路段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也建议出外旅游的朋友尽量利用我们的公共运输，那也在行前做好一些那个规划，随时掌握路况以及替代道路。民众在这段期间也如果要查询路况，可以到我们公路总局网站的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，那也可以利用我们那个幸福公路 APP，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-231-035这个电话来查询。为了鼓励民众多多使用大众运输，这届嘛有配合其他的公共运输业者推出侪侪优惠，其中针对电子票券嘛有提出部分路段半价甲全程的优惠。民众嘛会使使用公路总局的网站甲 APP 查询春节疏运相关的资讯。公路总局嘛呼吁民众莫疲劳驾驶甲酒后开车。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。休困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，他工作你也上班，你洗衣服他换灯泡，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。但有一件事不一样，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，若出现恶心、手麻、呼吸不顺、背痛等症状，请尽速就医检查。国民健康署关心您。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 book》台南爱读册。过来知名的精工大师陈芳元老师已经有40多档的精工经验。上界厉害的是制作刀剑类的作品，这几档伊也开始运用着无同款的材料来制作刀剑的配件，同时也将家己所喜爱的地具结合着刀剑的设计，来推出了一系列的作品。这届伊特别来到东门美术馆展示伊50件创作，透过镜头，咱即马做伙来看卖。对少年时期就非常喜爱刀剑的陈远芳老师，早期是学习金工的，伫一届意外当中得到一支长刀，伫将伊修复完成过后，嘛开始了制作刀剑的人生。制作刀剑除了需要金工的技能以外，同时也阁需要刀工、皮工、木工等技能。将这技巧融合做伙，才会使制作出优良的作品。同时也因为老师爱啉茶，所以这几年嘛开始将制作刀剑的经验运用到制作茶具顶面。这些作品嘛，充分展示老师无同的风格。我的创作理念其实认真讲起来，它很简单。第一个是我的兴趣，在我的兴趣里面去做我喜欢做的事业，我们会把它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这把的茶壶的茶柄的把柄，我们如果把它放大呢，它有2种，一个可以做刀鞘，一个可以做刀柄。可是我把它缩小，它变成一把壶柄，一个壶嘴，它的一个壶柄，是不是我们把它共同化，我们把它生活化，它就完全不一样。放大，它是一个刀鞘；我们把它缩小，就是一个壶柄。那这2个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技术跟一个题材？那我们把它发挥成为不同的产品跟不同的作品。我们发觉到说，这个世界是共同的，我们只要把它生活化就可以了。这届的展览总共展出50件作品，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主任徐耿修，在伊的牵线之下，嘛促成了这届来台南开展的机会。陈远芳老师他的精工的那个锻造刀剑呢，在国内是首屈一指。那么这几年他的创作风格有很大的转变，就是他从事陶瓷，然后木雕，然后漆器的这个结合。经过几年的那个经营呢，
那么他这次呢，他把他的这几年他的刀剑、陶瓷跟木刻、瓷器啊，还有宝石的复合媒材的创作，那么带到台南市来。我们工艺中心很开心，为我们陈远芳老师在台南，我的故乡的东门美术馆办这样一个展览。那么从1月23号开始到1月29号的这个展览，那么邀请大台南地区所有的好朋友，有空你一定要来看看。这届展览将要伫府前路的东门美术馆盛大开展，现场除了会使看到多媒材的运用以外，同时嘛会使近距离看到陈远芳老师充满特色的刀剑甲茶具的作品。对这些作品有兴趣的民众，嘛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在肠道的疾病当中，除了大肠癌，另外也常常听到有发炎性的肠道疾病。这款的病对少年到老发作的时阵，除了腹肚痛会予人时常走便所以外，若无量早来诊断控制，长期累积落来，恐惊会造成肠道严重的伤害。根据健保局的资料统计，发炎性的肠道疾病伫最近15天来，病人的人数足足增加26倍。发病症状大部分因为肠道的无正常发炎，造成慢性的腹肚痛、血便。如果无量早诊断甲控制，除了会影响日常生活，而且长期累积落来，肠道的伤害嘛会哪来哪严重。它的这个症状大概就是慢性腹痛啊、慢性腹泻跟血便这样子。那因为它比较好发在比较年轻的族群，那所以一开始常常会被当作是这种肠躁症啊，或是吃坏肚子这样子。那不过有一些跟肠躁症比较不一样的症状啊，比如说它这个肚子痛啊，肠躁症一般不会在半夜的时候痛醒。那如果你有半夜痛醒的情形的话，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样子。这个发炎久了，还是会在肠胃道里面产生一些并发症，包括这个肠胃道的狭窄啊、肠胃道的阻塞，甚至肠穿孔或是瘘管的产生、脓样的产生。那如果到这个时候，这个病人可能就需要反复的住院治疗，甚至反复的开刀。那其实到那个时候，其实这个生活品质都会大受影响。医师强调，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大部分容易发生在青壮年族群。虽然致病原因不是真清楚，不过推测可能跟主体免疫系统，甚至饮食、环境加肠道的菌丛有关系。因此出现相关的症状，还是要量早就医，才能排除发炎性肠道疾病的可能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一般大家较清楚的是，一旦尿变做红色的，有可能是血尿或者是结石等等的问题。不过，医师来表示，其实依照着临床的证明，排除这个甲药物造成的状况以外，一旦身体出现状况，尿的反应有高达7种以上无同款的色，其中也有比例到感染的镜头，真有可能会出现紫色的。一般咱正常尿就是青黄色，不过过种病医生所发表的却是红的、青、绿的、甲蓝的等七彩拢有。医生表示，除了这个物件影响以外，就是药物、保健食品，或者是动物反应的关系。不过其中竟然也有紫色的。医生提醒，这就是紫色尿袋症候群，小心是比尿道感染的精神。紫色尿液比较常见的呢，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造成的。那它是尿液里面的细菌呢，使得尿液产生了靛蓝跟靛玉红。那再配合这个尿袋的颜色呢，会使得我们尿液呢看起来像紫色的。那这紫色尿袋症候群呢，事实上就是有泌尿道感染的。所以通常呢，我们大概第一个可能要先换掉这个尿管、尿袋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它有这个已经有全身性的症状、感染的症状的时候呢，这就可能需要再配合这个抗生素的治疗。那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呢，如果没有适当的治疗，还是有可能会有严重的并发症跟后果，包括像败血症，或者是多重器官衰竭，或甚至是死亡。另外，医生嘛提醒，对尿色较浅或是较深，麦当反映体内水分够，也是讲色较深，就是水分无够，爱加补充。重要是，一旦有顾虑，就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协助，详细检查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心房战症是所有心律不整当中上常看到的，所带来影响嘛是上介严重的。
会造成中风的风险是一般正常人的3倍到4倍，死亡风险是2倍以上。对此，医师对着中风族群指数较悬的族群，会开着抗凝血剂来使用，嘛建议患者做电烧灼的手术，或者是冷冻气球烧灼手术来治疗。只要心跳有伤过紧，或者是伤过慢，或者是频率无正常，拢就有可能是心房震颤所造成的。过去安尼症状通常拢是食药仔来控制，但随着医疗的进步，即马手术治疗安全性也愈来愈悬。医师也呼吁民众唔免烦恼着手术的副作用。电烧灼手术的话呢，它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时间呢稍微比较长，经过这些系统描绘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做环状的电烧灼手术。那它的时间的话，大概手术时间大概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。那基本上它安全性的话算蛮高的。一般来说的话，产生并发症的比率呢，大概2% 到3% 左右，就是包括打针的地方，那个出现淤青啊或者血肿这些症状，然后或者是说比较严重的话，有一些人会心脏破裂，但是这些发生的比例都非常非常低啊。所以4根肺静脉，我们人的话主要就是4根肺静脉，做一次心脏烧灼的话，只要做4次就结束了。所以它的手术时间的话，跟电烧灼手术比较起来的话，就是比较短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。那这2个方式的话，基本上它的效果，最后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。那安全性上来讲的话，这2个手术的安全性也是都差不多，没有哪一个比较特别好这样子。但是2个都是算是蛮安全的。现代引进上界新的科技，利用着磁场搭配着专门的导管、机械甲软体，会当精准来定位着导管伫咧心脏当中的方位。安尼，动手术的医师嘛会当画出着心脏的立体模样，进一步来增加着手术的安全性。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，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载天气多云，有时好天，温度13度至23度，未落雨。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，上大阵风8级。真感谢你来收看到1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咱再会。